欢迎回来，意大利梦幻小镇的节目，欣赏我国的壮丽山河。今天节目组来到了贝内文托省坎布拉塔罗镇。本镇被列在贝内文托教省明爱会的欢迎手册中，足见其吸引力。节目中，我们也会了解分散式住宿这个重要的旅游推广计划。卡姆拉塔罗镇位处海拔450米，居民约有1000人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开始吧。欢迎来到卡姆拉塔罗镇，这里在桑尼奥山脉旁边，位处贝内文托省与坎布巴索省交界。初到镇上的游客都会被镇前一大片湖水的景色迷倒。这片湖水是在80年代进行地质改造，建造卡姆拉塔罗水坝而成的。因为这片湖水的出现，带动了划艇协会的发展。各位今天看到富有历史感的镇中心，其实是源自从1996年开始的，现在接近完工的城市旧改计划。计划主要推动整个市镇的重建，尤其是开放空间以及村里的房屋。我们经历了1962与1980年2次地震，加上这几十年来的人口迁出，导致很多地方人去楼空，大家都不愿留在破旧的镇中心，而搬到市外的新区。旧改的契机是分散式住宿计划的开始。分散式住宿一开始便注重古色古香的住宿，发展到今天，计划得到明爱会以及其他伙伴的支持，成为了一个综合性计划。以古镇为场地，向游客提供由残疾人士营运、散落镇上的住宿，分散式住宿因而得名。本计划不仅为游客提供便利，也有其社会价值。走过镇上无数为艺术画廊与工厂提供场地的古建筑，我推荐由塞尔瓦托·泽基努主持的艺术实验室。这个实验室主要制作大件的实体艺术品，而这位艺术家在意大利与全世界都享负盛名，其作品多次单独展出。除了刚才推荐的实验室以外，另一个值得参观的是由维托里奥·罗沙图主持的古雕像修复工厂。除了上述2位以外，镇上还有很多艺术家。他们创作出能代表镇上风景、建筑、村落，甚至大街小巷的各种艺术品。镇上还有延续了几百年编制筐篓的传统。
说到传统，我们就要提一下每年在镇上举办的节日与活动了。这里有一个节日特别想向大家介绍的波哥音乐节，另外一个值得介绍的节日是卡姆拉塔罗镇的殉道者们。这是为了纪念圣普拉西多与圣本笃两人的事迹。我们每年8月最后一个星期天都会在市政广场重演他们的事迹，吸引了镇上的演员参与，至今已经承传很多年了。卡姆拉塔罗镇风景优美，民风淳朴，生活平静，到来的游客可以放松一下，尽情欣赏这片未经污染的美景，以及大地留给我们的自然景色。我们与坎布拉塔罗镇的教区主教了解一下本镇基督教社区的情况。我担任本镇教区主教已经大概1年了，在如此细小的教区里，我能感受到大家都对本镇很有归属感。但是，令我惊奇的是，大家不仅有归属感，而且还会改良、保护以及推广自己的传统。通过彼此的努力，这个小小地方的传统得以保存下来。各位身处的这个教堂就是教区主堂，在建造的时候就已经经历了不少事情。建成以后，本教堂被命名为圣巴斯蒂昂堂，就是为了纪念这位殉道圣人。以他命名的教堂在本镇还有另一家。我们还会纪念2位殉道圣人，就是圣普拉西多以及圣本笃。我们在每年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会举办活动，纪念他们的事迹。这个社区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对圣母的崇敬，我们这里都叫她为运河圣母。这称号来自教堂的所在地，里面放置了一幅受人崇拜的画像。我希望能保佑这个社区能沐浴在宗教的荣光下成长，得到上帝的眷顾，能够成为更和谐团结的大家庭。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安祖卢·莫拉提，他是贝内文托教省明爱会的统筹。欢迎来到卡姆拉塔罗镇，这里不仅有迷人的景色，还有背后一个同样迷人——凤凰重生的故事。这里的景色当然迷人，因为意大利漂亮的景色很多，但像坎镇这里如此独特的景色，却不是随意能找得到的。可是坎镇代表的还有浴火重生的故事。当初旧改计划开始的时候，这里面临着人口流失的危机，而这情况已经持续了20-30年。如果我们不马上着手重建旧城，重建那些失去了的人际关系的话，那就无法挽救了。
在我看来，福利2字不代表什么，除非能成为包容共济、共创未来的象征。我们相信，一直以来，我们致力于帮助新移民的历史，就是我们形象最好的反应。如果城市对外来人紧闭大门，未来2字又从何谈起呢？只有向新来者打开迎接的双臂，并且允许他们融入到本地居民当中，这里才有将来。地中海饮食被认为是集地中海地区百家之大成，而我们也认为，在这里的生活也是集原居民以及新移民而成的。卡姆拉塔罗镇的分散式住宿计划，本着一个愿景，就是见证与践行。我并非来自坎镇，我与孩子的妈妈彭美拉都从尼日利亚而来，但是出生在这里与否已经无关重要。如果我今天在镇里生了孩子，我们一家人都能在这里安居乐业，把快乐传到身边的每一个人，这可就算是融入到本地生活里了。这种融合的生活很难坚守下来，除非有明确的路途，既能看见希望，又可实现希望。在这里，分散式住宿计划与彭美拉都让我感受到生命能互相影响，而生命之间的互动就从建构关系开始。如果没有这个计划，我们很难想象坎镇会有如此数量庞大的酒店住宿。可是经过我们这些年头的努力，现在数目非常可观了。走进一个农庄，我们来尝尝坎镇地道的菜肴与产品。欢迎来临坎镇，我们现在身处的农庄名为萨拉辛尼之家，被青山绿水围绕，非常写意。在这边的是朵拉女士，农庄的主人，而这边是巴斯卡里，他是地上的盐联盟的农学家。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本地出产的农产品吧，就从这些冷肉开始吧。然后这些是各种奶酪，有绵羊、山羊以及乳牛奶做的奶酪。这里有一款我们乡下驰名的蛋饼，里面加上了本地常见的香肠以及奶酪。然后这个汤是道家常菜，里面的面糊是玉米粉做的，撞入热水后加盐烹煮即成。然后这里又是另一道家常菜，酿甜椒。甜椒里面的是京香芹、罗勒、奶酪等调味的面包，有时候我们也会把香肠放进里面。酿茄子也是经常出现的菜式。这道曾经是贵族菜，因为它在民间不常见，但在坎布拉塔罗镇男爵的餐桌上却是常客。这道面食很特别，因为是用香肠酱来调味的，而酱本身则用上了杨枝来保存鲜味，这也是家常菜了。甚至在8月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活动来纪念这道菜。我们的菜单中绝对不缺面食，这里又有另一道了，这次是面条配鹰嘴豆与白汁。这里有一道猪肉炖豆汤。进入介绍主菜的阶段，我们在这里有2道值得你试试的菜式。第一道蒜蓉、香芹与其他香料调味的羊内脏包卷。第2道炸猪肉，我们用了猪的不同部位，然后佐以甜椒以及土豆上菜。说了这么多咸的菜式，我们来介绍甜点吧。首先这个是斯卡皮里，是一种本地小吃，里面加了本地出产的蜜糖。然后这些都是本地面包工坊烘烤的甜点，甜甜圈、小面包、塔等，还有奶油与果酱泡芙。
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本地酒，例如本地法卡索加农庄出产的酒。他们还出产特级初榨橄榄油以及柠檬味的橄榄油。这里还有一款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本地烈酒伊夫，里面渗了香草与根部植物等香味。地上的盐联盟的成员都来自贝内文托省，共有14个成员，都是本地的公司和合作社，主力推动社会发展与融合。我们有一系列的产品，包括土产的面粉与麻粉混合装，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传统，曾经失传，现在我们试试把这传统重新带起来。另一种产品是种调味料，香草的气味强烈，很适合在不同场合使用。我们还会在本地采购新鲜橄榄，以制作顶级橄榄油。最后，我们还有山地番茄，虽然现在的种植地已经不再位于山地了。我们在卡布拉塔罗镇恭候大家。现在来跟活了10族的贝内文托省明爱会的主管尼克拉主教谈谈吧。我们在卡姆拉塔罗镇举办了一个创新的计划，分散式住宿。听上去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可是本地政府通过这计划，整修了镇上丢空老旧的房屋，变成一个个接待游人的景点住宿。至于帮忙运营这些住宿的人，都是从小患有残疾的，例如唐氏综合症患者。对于他们而言，这个计划是个疗程，并帮助他们回到社会。我们希望在这些旅馆住宿休息的顾客也能明白我们的苦心，欢迎并接受他们的服务。除此以外，我们还引入了永续发展的概念。参加我们计划的房子本身就无人居住，所以计划引入了服务人员以及顾客，为死气沉沉的街镇注入生气，尤其是可以带动小商店的生意与发展。我们深信，这是抗击全球化的手段之一，也就是全球在地化。带着全球视野，可是在本地开展事业，注重本地的产品与大自然的互动。比如说，我们这里的古式面粉，就是把传统的面粉制作工艺带到现代化的生产当中。清新的空气也是我们的卖点之一，每个在这里居住的人都可以享受到有如仙境的环境。身创天地，就是为了让凡人能享受其中。教宗方济各曾经教诲道，自然不是我们的生母、养母，而是人性的镜子，是由人去编写，颂赞上主伟大的第2本书。继续我们的卡莫拉塔罗镇之行，让我们来重塑坎镇的历史吧。坎布拉塔罗镇自古已经有人居住，镇上考古发现了萨莫奈与罗马人的踪影，证实了坎镇的远古历史。这里也是尼科迪姆·拉丹泽的故乡，他是名历史学家。
在都灵理工大学担任教授，发明了拉丹泽武林。这里其实是圣马丁努教堂，据考是坎镇第一个宗教场所以及镇中心。后来在17世纪末时，由贝兰奇男爵下令重建。坎镇值得在历史书上留下一笔，因为这里有着一件各地考古学家都络绎不绝前来参观考究的文物——利古里拉古碑。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180年，罗马人当年把4万个利古里拉的居民迁居至此，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强制迁徙。几年前，我们还纪念了坎镇几千年来的人类活动，都有各种记录与文物流传下来。我们相信，在有人定居坎镇前，这里就已经是大希腊的一部分了，一直都是路过游人的歇脚点。这也是为什么坎镇一直都以好客闻名，尤其是愿意扶持有困难的同胞们。我们一起来看看世界自然基金会保护地区卡莫拉塔罗湖吧。各位身处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保护区域卡莫拉塔罗湖，但不说不知，这里其实是卡帕尼亚大区最大的人工湖。70年代时，为了建造储水的堤坝，这里原来的生态系统被摧毁了。直到近年，生物多样性才重新在湖的周边出现，甚至出现了以前没有的物种，植物也重新占据了河岸。在90年代时，这片区域的生态重要性首先得到了承认。后来，我们基金会与贝内文托省政府在2003年签订了合作协议，接管了整个区域的生态管理。我们欢迎大家过来参观，最好事先与我们联系，做个预约。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卡莫拉塔罗镇分散式住宿计划的2个主题：包容与扶持。坎波拉塔罗镇的酒店住宿都位于历史感丰富的镇中心，反映了本镇一直以来的发展。但是，这些酒店住宿的特色不仅于其景色，而是运营这些住宿的残疾人士。我们现在可以容纳16名宾客入住，在这占地广阔的住宿里面，我们还有一个日托中心，招待着10名残疾人士在住宿里帮忙服务。另一方面，我们有10座托儿所。而为了实践包容这个中心思想，我们聘请了一位来自尼日利亚的妇女主持托儿所的工作，希望从小做起，融合意大利以及外来文化。
我们只有一句话：快来坎布拉塔罗镇，享受各种美好的事物。卡姆拉塔罗镇热情好客，其分散式住宿思想创新，就等着各位体验了。要重温意大利梦幻小镇各集，请造访我们的网站。坎镇之旅告一段落，再见。